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AM新闻，我是陈志安。今日看今日新闻重点。大陆区摆尾过3年，家属今年是第2届登到事故现场，清水泵坑内底是去敲到11个罹难者的喙骨。丹龙澳大桥登去6个渔工死亡，包厢顶4人因为无照度时间，牵涉到过失致死，判刑1年半到2年不等。高雄一个细粒警察涉嫌甲反诈的平台内底民众的资料，替诈骗集团互人去2大个免职，判3年。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大陆区摆尾事故已经过3年。去年受害者的家属才伫咧代替的布光基地对车厢内底交出有罹难者的喙骨。今年家属是第2届去登去事故现场，伫咧清水泵坑内底是去敲到当初时其中11个罹难者的喙骨。代替是回应讲，已经通知家属把喙骨领回，嘛会配合家属详细处理。家属穿好安全装备，伫代替甲花莲地检署相关人员带队，第2届入去清水泵坑内进行总检视。无想到伫铁基路下骹，佫发现泰鲁阁事故罹难者的遗骸甲相关遗物。经过花莲地检署检视比对了后，确认是当初11个罹难者的遗骸。它本身就是一直在营运通车，进去也不是这么容易，心情就是既期待，但是又很纠结，但是又觉得很荒谬。陈平莲表示，对家属来讲，感觉伤寒，不过某一种程度也是希望会当找到遗物。花莲地检署是讲，这届拢总有25件骨骸，经过比对了后，甲11个被害人的身份同款。不过部分遗骨因为抽 DNA 检验了后已经用完啦，目前会当发现的遗骨拢总8件，分别是6个罹难者的，已经正式通知家属。我们在去年发生这个车厢内有这个疑似被害人遗骨的事件发生之后，那我们各单位也都责成尽速的去检讨后续遇到类似案件的一个搜证以及清理的作业流程。那我们会依照行政院会议所颁布的一个原则去要求督导相关的单位。登记协助事故家属团体泰鲁阁的目屎的律师陈明秀伊讲，因为去年保存伫代替复工基地的泰鲁阁号事故车厢发现罹难者遗骸，所以罹难者家属毋再阁提出要登去清水泵坑进行确认是毋是还阁有亲人的物件。家属毋望借由这届事故惨痛的经验，未来当发生类似重大事故的时阵，要有明确在后处理标准作业程序。对于这个各单位之间在灾害现场如何横向联络，而能够具体完成这些事项，要有一个沟通的模式。对这代志，代替法新闻稿表示，找到的好亲像骨骸，经过法医研究所伫最近鉴定完成，切切就鉴定结果一个一个通知家属领回遗骸。代替除了专业配合家属的需求，也依照标准程序合法处理，并提供家属相关的协助甲关怀。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2019年宜兰南方澳大桥登去6个外籍移工死亡，警方是查到因为无按度时间督责不力，即马一审是宣布讲负责时间设立的包厢过失致死罪判1年6个月，也另外工地资金协力厂商甲监造人员拢向判2年有期徒。南方澳大桥2019年放起，历史6个外籍移工死亡，施工的厂商甲港务公司的人员拢总6个人来做被告。7月1审宣判，合议庭认为讲，这条使用20多年的桥，因为无按度时间，加上监造有疏失，固定吊索的系统因为生产严重来失效，负责施工设立的外包商以过失致死罪判1年6个月。剩5工地主任甲剩边协力厂商，还有剩单的监造，拢共判2年。整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就是说，这4位被告他们在施工的时候负有按图施工的这个义务，但是他们疏未注意，那没有按图施工。不过对判决的结果，被告嘛话要讲，81岁剩边的厂商伊去法院听庭，伊认为判决无公平，伊讲伊负责吊索的工程绝对无问题。是后续公部门依法甲管理无做好，桥才会放弃，一定会上诉。他们从我们用仪器安装完了以后，25年快30年，从来没有用仪器再去检查过。同款红起诉，也有迄当阵所澳港营运处姓班，也有姓黄工程科的经理。合议庭认为讲，
南无澳大桥并不是公路法，甲公路相关规范定义的公路，而且迄当阵港务公司制定的作业要点，嘛无应该办理特殊性桥梁检测的规定，所以两个人并无2年至少检测一届南无澳大桥的义务，判因无罪。宜兰这条葫芦岛大桥车流量真大，经过检测发现含扫真严重。宜兰县去年针对县府管理的238条桥做检测，当中有30条桥爱修理，目前已经启动工程，要避免佫发生南无澳大桥放弃的事件。现在新的南无澳大桥，港务公司讲会照行政院新的桥梁检测、甲医护保养的规定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太保昨一间家厝火烧，遭伫遮大一家7个人，其中老母和2个后生死亡。官府是表示，这口罩是假收日好，要3个查某囡仔会先交予因的亲情照顾。因来火烧厝的原因无排除是人为造成。北房救起封锁线，监视人员到现场采集证据。毋过，伫前一天暗头，北房火烧，高温互邻里无多先拍火，厝内带了赶细一家7口。厝是租来的，主要趁钱的人是爸爸。阮哪有熟悉介绍讲，因着较善啊，顾囡仔，就讲就熟熟做伊安尼啦。查某囝出来，搁抢入去。就是警员拄仔来啊，拄仔感冒咧，唔好抢入，一直要抢入去，就火势就遐大。火灾的时阵，39岁爸爸抱细汉查某囝走出来，脚趾片红烧伤。读小学的大查某囝甲第2查某囝拄啊好出去，无伫厝内。但是40岁妈妈甲7岁、4岁的后生也无出来。警消伫下间仔，爸母的房间陆续找着3个人，送医也是不治。官府表示，这口罩是官府列册的假收入口。有5名未成年的儿童，第一时间已经请社工来协助，3名查某囝先用家属来代替照顾。他们只知道爸爸妈妈，爸爸在医院，那现在还不是很完整的了解现在的状态。我们还在想说要怎么跟他沟通。后续可能我们预估他长期的一个教育的这个需求上面可能延续到大学的部分，然后能够做一个教育基金的劝募。囡仔所读的学校讲已经甲公所分工，双重家庭的救助由公所协助，学生教育照顾则是由学校开设的专户来募款，希望会当募到200万。初步了解，爸爸的伤势稳定，持续咧观察。但是起火的原因，因为囡仔制作笔录的时阵，讲法无完全共款，得要由警方来深入调查。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嘉义报道。高雄一个细粒的警察，去年才去选做模范警察，所牵涉到甲反诈骗平台内底民众的资料，提起予诈骗集团，向记2大个免职，互起诉。欢迎依照违反个资法甲涉密，甲判3年，另外佮判6个月，会当以罚金来代，专案佮会当上诉。就台领奖，去年6月，这个洪选做是高雄模范警察，细粒的警察组。涉嫌甲因高中的同学，也就是诈骗集团带头的有交结。为民国111年到过2年的7月份，提供警政系统165反诈骗系统平台查询的个资予对方，毛30万金钱的往来。这个案件标出来了后，细粒的警察组防记2支大个免职，嘛去互起诉。最近1审的判决出来，法官认定涉密罪成立，不过金钱往来属于借款，无构成贪污。多次使用165反诈骗系统平台，以及案件查询记录维护等系统，收集他人的个资，加以拍照后传送给他的张姓友人。此部分共有13罪的犯罪事实。细粒的警察组以违反个资法涉密合判，不得预科罚金的部分判3年，得预科罚金的部分判6个月。针对这点，民间事解会认为讲，这个警察绩效审罚的制度无透明有关系，有绩效才有法度升官加薪水，可能地数有人怎安尼假骗去。监督救助已经是犯错之后的这种改进的一个措施，那更前端一点的预防其实是针对远景的这种一般的行为的一个诱因嘛，那这个就是绩效制度。台湾警察权益关怀协会回应讲，警政查询系统为着要防范有心人士偷摕资料，有做袂少修正，亲像家庭入的程序变复杂，若有查询的人就会留下记录。不过这嘛引起袂少基层的反弹，因为程序伤过搞工。不过为着要保障民众的个资，也是认同这款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有发生几啊件警察行底路的案件，中华民国警察学管束关怀协会今调开记者会，
呼吁警政署莫干那要顾形象，那出代志就赶工要甲处理掉，应该重视基层的权益。今仔3月底有一个查某警察，干那因为互人冤枉偷摕钱，就互警大研究所退学，后来是行底路。伊的爸母嘛出面呼吁，应该赶紧查明，互查某囝一个清白。聘请律师去申诉，还有诉愿都一一被驳回。他希望没有结果，所以以死明志，希望学校能还他一个清白。第3个底，敢若是因为被指控涉嫌偷地发冤枉，互警察大学研究所退学，离开情自杀的台南市麻豆女警杨雅涵的老爸，讲到伤心的所在是忍袂了，强要哭出来。杨妈妈也伫咧边仔哭甲挡袂了，讲爱害因查某囝清白。这件代志是因为杨雅涵甲同事互相买物件，所第3个人检举讲有一笔1000外块的小转入去杨雅涵的口座内面，被认为是偷摕。律师质疑警察大学只敢用4天的时间就调查终结，做出退学的处分。时间会这么赶，是毋是受到恶意检举人的主导？一个退学的处分是毋是符合行政中立？中央警察大学竟然只用了4天就完成了调查。按经验，这个公文跑的速度简直快到不可思议，合理怀疑有相关的人员积极在推动这个案件的进行。李伟表示，根据监察院的报告，在过去10年之间，总共有52位警察自杀，在最近4年就22位。因若今年才到4个月尔，就有6位警察开枪自杀。也讲，警察体系内部强化制度，一个欠缺停诉证据，造成真侪处理流程已经无符合程序。互基层的警察唔知要哪做较好，甚至伫咧职场遭受到无公平的待遇。要申诉，如果惊会影响警察的形象，或者是定时的升迁，颠倒互申诉机会被没收。更多的是在工作的时候，来自4面8方的压力。碰到问题的同仁，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们，能够适时的提供协助的方案。李伟也希望内政部警政署会让更加重视基层环境的权益，唔是警察的形象。互代志处理的时阵，会让更加符合停诉证据。而且加关心警察个人的状况，唔通互这种危险的代志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挂喙暗的命令施行超过1000天啊，目前是甘那村出入医疗单位强制爱挂。疾管署今仔召开专家会议，宣布对5月19开始改做建议爱挂，未搁强制。讲到咱台湾对2020年12月开始施行喙暗令，要求出入病院、大众运输等8大场所强制挂喙暗。今仔目前是甘那村出入医疗单位爱挂。考虑到即马疫情转好，疾管署嘛评估国内外 WHO 建议甲状况，宣布对5月19开始，医疗单位、一般的护理单位、老人护理单位嘛拢未搁强制挂喙暗，宣告喙暗令行入历史。关心天气，这礼拜是济云好天。不过，目前伫咧菲律宾东南方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咧发展，气象署表示有可能会发展做风台，会搁继续观察。因若这礼拜到后礼拜1会有一阵锋面接近，使到这水汽会增加。后礼拜2东北风来，使到这东北部的温度会搁下降。24节气已经过入夏，即摆已经是5月啊，不过也无风台形成。今年的头一个风台当时会来。根据美国的电脑模拟预测，未来菲律宾东南方的热带系统有机会发展做风台，甚至豆豆啊刷位北边来。咱气象署是回应讲，确实有发展做风台可能性，不过目前的变动性还阁真大。后礼拜敢会有风台，也阁真歹讲。卫星云图上来看哦，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其实也就是在赤道这个整个低压带地区，是有比较明显的热带云束在发展中。摩斯预报来看哦，这个热带系统的发展，预估也是到下周2甚至是下周3之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也有民众认为，拢已经5月啊，却拢也无风台。气象署表示，今年到今也拢无风台，虽然有较罕见，不过也袂算伤晚，因为照应过的咧，西太平洋要到7月才出现头一个风台。
那在预估上的话，其实5月是会有许多在西太平洋就可能会有些台风的生成。那在影响台湾部分，可能平均还是1个左右。但是在最晚的时间点，还是有在7月才有第一个台风生成。生成时间来看的话，不算是特别的罕见哦，不过确实是比较少见一些。气象署表示，目前对咱较有影响的是礼拜到后礼拜一会有一波锋面水汽增加，中部以北甲东部会有阵雨，也是雷公雨，南部也会有南山雨。锋面通过了后，刷落去后礼拜二，还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温度会小可降低。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为着应对极端气候，水利署是推动丁珠串的计划，建设詹文、南华、乌山头水库的连通工程。伫咧3座水库之间牵管送水，每工会当送水达到80万吨，解决南部欠水的问题。总统蔡英文下晡嘛去到詹文水库视察，了解工程的进度。土地安全部详细听水利署长的介绍，总统蔡英文伫经济部长王美花顶人的陪伴，到詹文水库视察詹文南华连通管工程。本来预定6月底才会当完工的工程，7月下晡就开始入水。丰水期的时候，当高屏溪有非常多的水量，我们可以透过甲仙堰一直送到南华水库，往上送到我们全国最大的曾尾跟乌山头的系统来存蓄。南华去年的溢流6000多万吨，可以存起来多好。连通管工程完工了后，逐工送水量有80万吨，除了予詹文、乌山头水库会当甲南华水库连接，也会当连到南华、高屏连通管。若洪水期会当有效欠溢漏水，拄着大水期高屏溪流量减少，也会当借由连通管甲詹文水库的水源往南部送，强化嘉义、台南、高雄3个所在的调水能力。借由珍珠串计划，我们串接起台湾西部的水库，让各区域的水资源能够更有效的调度也维持供水的稳定。台湾伫2021年拄着100年做大旱，面对毋是做大旱，就是做大水的气候，水利署真主观计划詹文南华连通管工程，要伫20串联南华高屏连通管系统水做目标。伫赶工的同时，也希望提升南部地区因应气候变迁供水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投县，因为无家己的焚化炉，即马本数已经囤超过20万吨啊。虽然民众和里长、县长拢真赞成要起焚化炉，不过嘛拢讲，若会当卖起伫咧家己遮边啊，安尼是上好。环保局嘛表示，即马焚化炉的技术，所谓排出来空气甲水，拢会当符合着法规的标准，希望各界会使支持。粪扫已经踏关到要到天顶啊！石库地仔的铁皮围篱，甚至互粪扫拢钱甲破空。南投埔里的清洁队部是踏一大堆粪扫。南投县府和议会有共识，要家己起焚化炉来烧粪扫，但民众烦恼影响到空气的品质。埔里毋久拢吹袂出来呢，伊个风若透入来，拢吹袂出来。会当入来，袂当出来。啊，伊毋知要洗个豆，我嘛毋知啊。埔里都所在都矮啊。啊！你个正搁起迄落的，即摆就分甲安尼一世界。空气歹。嘿啊，空气较无遐好。有焚化厂所无启用的分林，去年是引进全台第一座 SRF 的粪扫处理系统，逐工会当处理200吨的粪扫。和南投共款是无焚化厂的花莲，是和台泥合作，用阿门土窑高温来处理粪扫。南投关闭咗台湾本岛唯一无法度家己来焚化粪扫的县市，到10月已经囤26万吨的粪扫。逐工虽然拢有运去外口处理，但嘛阁有120吨继续囤。南投大多数乡镇市是赞成起焚化场，但起得到态度保留。要做咱拢赞成，啊，就是要找较适当的地方，直接伫拢内山包掉咧，焚化炉起起来对吧？吼，伊严重性讲排袂出去，都伫咧盘旋。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吼，我也没有反对啦，可是我觉得不宜啦。我相信应该有比民间更好的选址地点啦。南投县政府强调，焚化厂会以升级能源中心的形式来打造，采密闭式的负压厂房，会尽力来降低烧料、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而且采取24点钟严格监测，嘛议定回馈检测机制，争取议会民众支持。会用密闭式以及负压的厂
厂房，来减少垃圾臭味的逸散。在燃烧可能产生的戴奥辛等空气污染物，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另外，我们也会设置自动连续监测设施，24小时管控污染物的排放。环保局讲，希望南投各界拢会当理性来看待区焚化厂的议题，而且监督行政机关做伙来解决南投已经积几十年的粪扫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大学校园以下冲突支持巴勒斯坦的抗争，即马是闹甲袂当收煞。美国总统拜登打嘛出声，讲你应该爱记的是哈马斯先出手的。这场抗争嘛，拖到欧洲去，演变做冲突暴力，有169个人被警察带走。美国总统拜登初7伫美国大都市纪念馆的年度纪念日仪式指出，一寡人已经袂记得这场经过7个月的以哈冲突是哈马斯先动手的，造成以色列1200人死亡。这是为纳粹大屠杀以来犹太人死亡上侪的一天。伊反对美国反犹太主义上过热，任何暴力威胁甲受训拢必须停止。In America, we respect and protect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free speech, to debate and disagree, to protest peacefully, and make our voices heard. I understand that's America, but there is no place on any campus in America, any place in America, for anti-Semitism or hate speech or threats of violence of any kind.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内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初7伫行政大楼外集合，持续甲防暴警察对立。到目前为止，美国有将近40间大学有反战示威，为4月18以来，已经有2600多人去予警方逮捕。这个抗议日嘛，拖到欧洲国家，包括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甲荷兰的学生囡仔，因各伫校园大天道，各替所有人拢伫关心拉法的标语，大声喊反对加沙战争的口号。不过，大阵荷兰镇暴警察是摕盾牌，使用警棍拍各关抗议学生囡仔，抗议学生嘛对警方大声喊磕体。Las fuerzas sionistas entraron en Rafah sabiendo que había millones de refugiados ahí mismo y pues visto la gravedad del asunto vemos de vital importancia seguir con esta acampada. 欧洲真侪间大学的抗议学生占领学校大厅甲设施，佮要求学校方面爱停止甲以色列机构的友伴关系。这个期间也引起暴力冲突，拢总造成169个人去予警方掠去。另外一方面，因为加沙人道危机愈来愈恶化，7个月以来，将近3.5万个巴勒斯坦人死亡。美国官员伫初7证实，美国2礼拜前就暂停对以色列供应几路清点900加225公斤的炸弹，来表达对以色列进攻拉法的烦恼。不过未来敢会阁供应也唔知。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罗西亚总统普京5月初7就职，开始第5个总统任期。不过，大多数的欧美国家拢因为俄乌战争来抵制，无派人去参加。另外，乌克兰是宣布讲有掠到2个国安局的人员去予罗西亚来吸收，要去暗杀因的总统泽伦斯基。克里姆林宫金光闪闪的圣安德鲁厅，这扇金色的大门再一遍为普京开开，已经红地毯开始新的6年任期。甲伊自1999年开始，连续执政25年的纪录继续延长。伊伫就职演讲时阵，首先感谢2年来对乌克兰作战的俄军，所来指控西方国家替乌克兰作为打击甲分裂俄罗斯的工具。伊无停止甲西方的对话，但是必须条件对等。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вопроса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озможен. Но не с позиции силы, без всякого высокомерия, чванства и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и, а только на равных, уважая интересы друг друга. 普京伫咧顶个月大选，以87%的得票率压倒性胜出。不过2位反战派候选人拢被摕掉参选的资格，选举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未来对反对派镇压恐惊是愈来愈多。美国、英国、加拿大甲欧盟大部分的国家拢无派大使参加就职典礼、甲阅兵，抑个宗教仪式。已经过身的俄罗斯积极领袖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
也伫海外发影片继續提出批評。We must make sure that no one in the world believes Putin. Our country is now ruled by a liar, a thief, and a murderer. 在此同時，烏克蘭的安全部門宣布查到一個暗殺國內軍政高層，甚至被暗殺總統澤連斯基的計劃。嫌犯是兩位屬於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的上校，驗過因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一個特務幫的成員。澤連斯基不講，伊家己經歷過10幾遍的暗殺。當局講，這是第一遍發現藏佇咧國家安全局嘅俄國間諜。公司新聞是會中編輯。英國出名藥廠 A.D. 阿斯特捷利康講，因為後生時代對預防射的需求已經較減少，宣布會開始全球回收落架。另外，伊嘛承認講，因為預防射有非常少、非常罕見的機會，可能會產生血角，造成血路未通。外界咧叫因的回收，都是和這件代誌有關係。生產線面頂一罐一罐的疫苗，真緊走過生產線，準備在箱仔內底。這是過去新冠疫情嚴重的時陣，英國藥廠 A.G. 阿斯特捷利康供應全球新冠疫苗需求的產線。也毋過在進入後疫情時代，在着各種針對變異病毒開發疫苗愈來愈濟，和 A.G. 藥廠生產的新版本疫苗 Vaxzevria 已經生產過頭，藥廠在測試廣告開始回收全球收過濟疫苗。因為過去 A.G. 新冠疫苗捌造成真濟注射民眾出現 TTS、血價甲血小板降低症候群，在英國造成至少81人死亡，數百人重症。藥廠閣予50多名受害者甲家屬提告。A.G. 藥廠在今年2月總算在法庭的文件內底頭一擺承認，這款疫苗可能在真罕的看到案例之下引發 TTS， 然後就在3月初5提出撤回疫苗的申請，和國家之間這有關聯。We're now convinced of the plausibility and the causality of this rare syndrome of VITT. It is a very serious case. We also have a risk estimate of 1 in 40,000 of vaccinated. This is new knowledge that we didn't have when we took the AstraZeneca in use. 不過 A.G. 藥廠強調，回收疫苗甲法定文件內容無關係，時間踏做會只是卡合，而且重申公司對這款疫苗繼續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效果是感覺驕傲。根據第三方的統計，使用疫苗的頭一檔就挽救超過650萬人的性命。供應全球的疫苗嘛超過30億劑，暫時 A.G. 藥廠自願撤回這款疫苗在歐洲的銷售授權，代表這款疫苗未來無法度在歐盟繼續使用。不過未來幾個月對英國甲其他已經批准這款疫苗的國家，咪提出同款的申請。國際新聞台是董炳益。講到阿根廷的經濟禮拜，新總統米雷伊救經濟政策救援是無起色，這錢是愈變愈薄，愈來愈細圓。阿根廷的中央銀行嘛宣布講，對這禮拜開始會開始出一張1萬塊的紙票，過來閣要出一張2萬塊的。不過民眾上界關心的，也是這物價到底當時才會較穩定。根據金融時報指出，阿根廷平均每個月物價起的情形，已經為2023年年底26%，降到2024年第一季的11%。帶來推動經濟改革的總統米雷伊講，4月份平均的通貨膨脹會當降到10以下。不過對百姓來講，感受上深的，要是每一天佇個賣場或者是店頭內底，看到隨時可能會改變商品的價格。當物價萬通攏起，民眾頭一個反應都是減少消費，或者是買品質好、價錢較懸的物件，改買較普通或者是較俗的物件。Una galletita de agua ya compraba todas las segundas marcas。有賣衫的頭家講，雖然衫紅排除佇優先採購的名單之外，不過甲1980年代政府公布獎發行名額100萬披索的時代來比，即馬出現1萬塊的紙票是無算啥。Lo que pasa es que esta vuelta está medio complicado, pues subió los impuestos, subieron los transportes. Está bien, algo había que hacer porque con el otro gobierno se le iba a explotar, era una bomba. 阿根廷民眾消費的慣勢要是真傳統，買物件時陣介意用現金，唔是用信用卡，甚至是所謂第三方支付。在物價大起的時陣，買日常的用品或者是食物，都攏愛揸貴紙的紙票出門。針對這點，阿根廷中央銀行推出新版的紙票，名額是1萬披索，是全體上大名額2000披索的5倍。希望安尼會當互民眾減少揸現金的數量。因若名額2萬塊的紙票，按算在今年第4季的時陣發行。國際貨幣基金 IMF 在阿根廷政府同意徵稅、甲減少支出等等的政策之下，
2024年2月，放行47亿美金的纾困予阿根廷。也若即届发行1万批数物件的纸票，对消费大众的心理，或者是对未来经济走势影响，会是啥款？也要观察。公视新闻，齐家人编译。再来看前台北市长郭文德近来除了台地公、京华城、北树区这三大争议，即马是搁再逼出万代渔港市场改建案有交结。国民党的机关今日嘛去监察院告发，另外民进党议员嘛咧质疑讲，郭文德近来南港转运站 BOT 案有道理的问题。现任市长周万安嘛答应讲会启动调查。那我们来告的就是检举柯文哲前市长在渔果市场的改建中涉嫌绑标。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江小平用舌头林幸仪七月透早到监察院告发前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指出国政府伫万代地区渔果市场改起案涉嫌官商勾结绑标，是第4大弊案。预算没有到期，我怎么敢去标嘛？叫我盖一半，这种万我是我不敢做的正常厂商。简单讲就是你讲好了嘛。议员指出，渔果市场捌3摆流标，最后才透过减项发包的方式，由维京集团下骹的中华工程以115亿增加介绍得标，必须台北市议会今年初爱追加49亿预算才能继续起。国民党回应是因为疫情期间营造不佳一直起起来，所以需要增加预算。第4、第5弊案你怎么看啊？全天下哪有那么多弊案啊？拜托。中华工程是发布3点声明表示，维金集团主席沈庆景不是中华工程董事长，工程一切按照台北市招标的内容评估了后进行投标，绝对无不法的代志。对不实的言论伤害公司上股会保留法律追诉权，暗过要机关积极。国民党伫近来甲成功进修签订南港转运站 BOT 案件，涉嫌独立财团。所谓的招商不利的理由，把权利金调降了将近1半，那导致市府的收益整体降低超过10亿元，在明年年底履约期限以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外界或者议会如果有疑虑，当然我们就会来尽快厘清。工程有无法如期完成，都有相对应的法则。面对台北市真侪项工程疑云，现任市长周万安承诺启动相关的调查，对工期延长的部分也依照法则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国强博物馆去年甲册玉白菜借予台南美术馆展览，结果讲咧交接的时，是直接甲玻璃橱掀开伫边咧签收，敢若咧送货共款，完全唔惊会去甲摔到。另外，南院的库房嘛传出讲凊彩就互人走入去。国强院长肖宗宏是表示，会处罚违规的人员，年底嘛会定出文物相关作业的规范。我们真的觉得，你看这个动作，真的好像在签收快递一样。其实这阵时阵炮声拢无停，因为国强要做珍品翠玉白菜和南美馆展出，所人翕到国强甲南美馆的工作人员伫交接时阵，直接甲电视拄啊开开。伫咧离翠玉白菜无到3公分的边仔签文件，互人批评无顾到对国保可能的危害。国强议长肖宗宏吹背到立法院备询，一直和调解立会追问，讲这件代志要安怎处理。如果今天那支笔去碰触到这个翠玉白菜，你可以说它是安全的，你可以认同你的处长说这个是一个小疏失。是没有按照标准作业流程。标准作业流程的话，是应该把签名的部分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在博物馆来讲的话，那个专业素养基本上来讲还要再训练。目前内部盘点还有没有其他 SOP 是不足的？命令通通翻出来，然后做一个总盘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我们在年底的话会有一个故宫的法令汇编。另外，针对故宫内面的库房被指控讲互人钻入去，肖宗宏强调。要入去库房，一定要甲原因、时间、名全部互首长。这边的状况是发生伫咧内面无文物的空的库房，因为厂商派入去的人无伫咧原本提无名单内面，会依照规定严格处罚。考纪会惩处的话，5月6号他们呈报上来，结果我们那个主席、副院长把他退回去了，要他们重新调查、重提惩处名单。因为虽然是一个空库房，可是对于一个专业的博物馆，这是不能容忍的。你会关心行政院是不是为国强的降级伫咧做准备？肖宗宏强调，
故宫的组织改造是行政院的权责。照目前来看，程度若是伤过大，对故宫不利。另外，对5年旷了，伊是毋是留任？萧宗宏讲，也无被正式定选意见，若是会使，欢迎甲大家继续做伙拍拼。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新竹市4年前，甲体育场原本的墙拆掉，甲改做开放空间，讲是要方便民众随时出入来运动。不过最近嘛有真侪人来反映讲，伊的衫裤、甲皮包啊、手架等等，拢向头提去。警方这边是表示会阁加强巡逻。不少民众惯是透早空气好出门运动，因为咧运动的时不方便排卡网，只甲放店边啊，想要到雪好擦啦头提去。新竹市运动场因为是开放空间，3月开始陆续传出有民众物件拍无去，连续就出头。但是他大概就是绕几圈就看一下他的手机，看一下手机这样，可能就是在那时候被盯上，所以大概差不多再绕圈大概不到10分钟吧。然后他再绕下一圈的时候，就发现他手机不见了。这无所在人往放，伊就是门放在壁边的，啊，人落去运动，对毋是落去运动。啊，你讲呀，我若查啦，我看你走过遐吼，我就使下手啊。咱遮会使装一个吼智慧，吼看到壁一样，咱落钱，按就会使防止。加在运动场内底有装不少监视器，目前经过警方追查，已经抓到一个嫌犯。体育场嘛，提醒来运动的民众一定要注意随身的物件。体育场为开放式场域，目前有24小时保全，还有16支监视器。那体育场会跟警方配合来调阅监视器。那也希望大家外出运动不要带贵重物品，尽量着轻便的衣物就好。该名女性窃嫌在体育场窃取运动民众财物，共计作案3起，已循线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嫌，已请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市府把呼吁民众出门运动简单就好，建议民众莫带贵重的物件去运动。另外，警方讲最近卖地附近加强巡逻，维护治安，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那讲到现代人，因为工课真无闲，定定拢会不食早顿，尽管有食，嘛是求一个食方便就好。台湾眼睛基金会嘛公布民众食早顿的关系和健康状况的调查，发现讲民众早顿食菜色甲水果的种比例有较低，尤其是30岁到39岁女性，因为家庭甲工课双重的压力，这健康状况是上界歹的。大人参囡仔做伙去早顿打食早顿，对现代人来讲，食外口是较方便的选择。面对工课和家庭的压力，有民众认为会较重视囡仔的健康，疏忽着家己，也因为赶时间，早顿拢以简单为主，无就是2顿做一顿食，直接食到。没有时间，我是习惯直接中午吃早餐、吃午餐的。去早餐店买日口还有萝卜糕，2颗水煮蛋，然后1杯自己的奶昔，跟小朋友一起吃，就是很方便快速的。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针对20至65岁民众做调查，发现即卖的人因为较无闲，拣早顿拢以方便、速度紧为主。上接点的早顿包括胖、小胖糕、卵饼，拢是碳水化合物真悬的组合。综合早顿习惯和身体健康状况来看，发现30至39岁的女性是身体健康评估落来上歹族群。不过因囡仔健康状况煞拢袂歹，显示大人较要意囡仔健康会疏忽着家己。营养师建议会当穿一寡好早食起来方便的物件做早顿。豆浆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但我们要留意里面的添加糖，可以选择无糖的豆浆。三明治啊，我们可以选择是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是里脊肉啊、鸡肉。最好的话可以选择里面有其中几层可能是加蔬菜或加水果的，奇异果啊、香蕉啊这类型水果其实很方便携带。另外，根据这届调查也发现，大部分人较惯是买仔肉食水果，早顿食水果的民众占无到2成。不过，营养师也建议，胃肠伫早起的吸收真好，会早食寡菜色和水果，通帮助消化。伊也建议，青菜甲水果爱3顿平均落去食，较才会够热。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国家两厅院最近是发现有真侪少年爸母，因为囡仔爱照顾，就去互囡仔绑掉咧，无法度看表演。所以对今年开始，嘛提供顾囡仔的服务，请专业老师来家己倒带囡仔，嘛互家长会当安心看戏、听音乐会。这样啦。对啊，你有1前1后啊。
伫温暖的空间，囡仔对老师展开双手、动双脚，规身躯叮当一个。两厅医为今年开始提供照顾囡仔的服务，让爱看表演的家长享受精彩演出的时，袂去烦恼囡仔无人顾、无所在去。有这大心的服务，家长总算会当安心行入表演厅。我们其实蛮常把他带到剧院，跟我们一起看，然后有时候觉得很愧疚，因为有点对他来讲有点辛苦，因为我们不见得都是让他去看所谓的儿童剧。我终于可以跟他说，我们要一起去剧院，然后他有他专属的地方，我有他专属的地方，所以我认为是我们在参与艺术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是同步的。两厅伊表示，因发现真侪少年家长有囡仔了后，因为爱顾囡仔，就无方便加入剧场、音乐厅。两厅医推出这个服务，唔但让家长安心看表演，囡仔是交予戏剧又够专业的老师带领，做一寡艺术启发、振动身体的活动，囡仔同款有囡仔人的艺术体验。25到40岁是我们的主观众群嘛，那就可以想象，这个主观众群这个时候不是急着不是很忙碌的在养儿育女，不然他就是在冲刺他的事业。我觉得创造一个舒适而安全的环境，让爸妈至少来欣赏艺术的时候能够安心而开心，这个是我想我们剧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个照顾囡仔的服务，每个月初1开放注文，会当注文后一个月的名额。目前是收4岁至8岁的囡仔，只要是看两厅医园区的表演，家长就会当付费申请，一班上侪收10个囡仔。为年初开始提供服务到达，已经成功开8个班。两厅医希望爱看表演的家长后摆就免阁因为烦恼囡仔无人顾，去放弃家己的兴趣。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根据内政部统计，咱2026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也就是讲每5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是超过65岁。不过，许大人拢惯死讲台语，囡仔人说完全拢听无。这台南市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为着要传承保技，是第一届找国小来配合，要甲母亲节活动打造做全台语的学习环境。拿定5岁10岁的菜色，囡仔念华语无问题，那换做台语煞小可客客。不过不要紧，社区时代真做老师，一个看一个，豆豆甲囡仔开喙讲思维甲俗语，因个传干乐甲红仔标顶古早米，互学生哪算哪学。但是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今年头摆结合国小，甲母亲节活动，打造成全台语的环境。以前袂晓讲，但是囡仔咧学了，我就会讲。有菜粿、甲金粿，阁有别个菜。我学台语感觉较爱台语啊。今个爸仔母甲少年拢教因着讲国语啊，应该是爱教因做台讲台语较对啦，哟，爱学寡台语啦，才会当传承落去啦。这阵学校拢有台语课，囡仔嘛甲因所学的罗马拼音、参时代互相交流，这嘛形成台间学习的模式。根据内政部估计，115年台湾老人人口比例将会超过20%。在这种趋势状况，乐龄学习示范中心讲，或是大参无共世代囡仔斗阵学习，双方拢有利益，嘛通延长时代老化速度。平常时学的台语，来甲这个社区，看这个老人吼，来搁去做一寡亲子的互动。平常时大拢做无用的，所以嘛无这个子孙的陪伴。啊，利用这个机会，咱来看面唱歌。其实咱的脑部吼，毋是讲到老的时阵都无路用啊，就讲你有在运用，啊，伊的头脑、伊的细胞的活化，就会愈呢活络，啊嘛会当增加因的预防伊的失智啦。这届囡仔去社区体验，同学不只是有10岁，嘛有是70岁，大家从马孙仔互相熟悉甲理解，互补给有一个团团的机会。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讲到2003年时，高雄的临港线有一帮号做“多多火车”的观光火车，会当载游客去踅高雄港，有影是有乘过1站啊。最近这台多多火车又搁转来高雄啊，即马就摆伫咧蛤蟆省的铁道文化园区的展览，嘛去袂少的铁道迷来遮欣赏。
大吊车甲火车豆豆啊放落来，放伫哈马星铁道园区。这台银色甲柑仔色的自强号是高雄人拢未车分的观光列车嘟嘟火车。为顶个月开始，这3节车厢陆陆续续为台中送来哈马星铁道园区展示。有铁道迷专工走来翕相，伊拢真欢喜，嘛毋忙除了展示火车，车体保存嘛真重要。要靠海，然后就算它是不锈钢的啊。风吹日晒加下雨的话，应该过没多久就会生锈。可以把它盖一个遮雨棚遮阳，就也可以遮雨。高雄嘟嘟火车历史是为2003年时阵，业者向台铁租3节柴油自强号，互游客哪坐火车食物件，哪欣赏高雄的风景。火车是串联高雄港、连伫潭甲寿山公园等等的所在，每夜伫2006年停驶。去年台铁柴油的自强号全部退休，今年高雄市府才甲嘟嘟火车借来展示，这3节车厢也已经放好势。所以有这个嘟嘟火车会使坐时阵，都会使算讲是这个市港和一个上开始的这个尝试。所以对咱高雄的铁路火车，也是高雄市的这个历史是真重要的一个会使做纪念的代志。目前嘟嘟火车车厢展示伫轻铁哈马星站甲寿山公园站，有地方风声讲未来做互业者做嘉宾听。文资中心表示讲，嘟嘟火车会当伫园区展示是真难得的机会，未来要安怎规划，目前搁咧讨论当中。记者钟义辉、屈兆勇高雄报道。讲到海洋生态是需要侪人做伙来关心。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长期有咧培育船鸥、海鱼，甲数量愈来愈少的虾。为着加强学生爱护海洋的观念，台北市教育局和海科馆签合作备忘录，互学生亲身来种船鸥，卖当甲校的卵早登去学校饲好大，用实际行动来保育海洋。徛伫山边海岸中间的海洋科技博物馆是侪居民游客会来行大好所在。博物馆内底真侪船鸥、海鱼，拢是因学育的成果。为着要互学生爱护海洋，海科馆和台北市教育局拜三签合作备忘录，要互中小学的学生通透过种船鸥、饲校等等的体验，互生态保育的观念通定进伫囡仔的心肝底。上重要是3部分啦，第一部分就是咱做咱的珊瑚富裕，啊，第二就是咱的后的富裕，第三就是我们这里有真侪，阮才有真侪海洋课程嘛啊，带因的囡仔做阵来遮来去落实这个课程的这个教育部分，啊嘛，互因体验讲这其实海洋教育是多元面向的。海科馆表示，和台北市教育局合作的海洋科学公民教育计划，主要是结合课纲的海洋议题，像讲校的教育，就会互学生早能登去学校，嘛教因安怎照顾，饲到一定的程度，海科馆就会收登来野放。另外，北部150多种的船鸥，海科馆有学育的品种，就占30多种。研究人员嘛，亲身示范种船鸥的方式，未来学生囡仔学育的船鸥，拢会伫遮照顾。先互囡仔看倒位是头，倒位是伊的骹，啊用这水族专用的迄个钩啊，用差不多用伫这瓷砖的中央，差不多船路细到10公分悬啊，10公分长的，会当摕出去外口，会当种出去。研究人员解说讲，船鸥上无爱大到10公分，才会当摕落去海两旁。透过海底的摄影机，就通看到学育的成果。针对这届和台北市教育局合作的计划，海科馆表示，自后学期开始，船鸥和校的学育有开放40班，另外更有补助150个班，未来会当来申请海科馆1日体验。记者卢尚如、王可选基隆报道。伫咧中华新港大渡溪口的蓝仔地，2年半前挂来种荷花米草，拖甲真严重。这中华关捌争取1000多万的经费，真无简单才甲清掉。不过环保团体即马是搁再发现，伫同一个所在，荷花米草搁开始咧拖，呼吁政府得赶紧来处理。
中华新港这片大渡溪出海口的蓝马地，2年半前因为外来种植物互花米草生态严重，中华县府争取中央1000多万的经费，清除26000多平方公尺的互花米草。但是这阵环保团体发现，同一个所在佫出现互花米草的影子。1、2年前的时阵，县政府就发包落去清的护花米草嘛，然后今仔过来看，就是遮佫足侪一棵一棵青青的，就是护花米草。啊，有可能是迄时阵清了无定针啦，吼，啊，所以互迄籽啦是走针吼，给拖出来。啊，所以咱即摆看足侪所在拢有密布迄个护花米草。环保团体表示，这个所在是溪沟的护育区，互花米草生态恐惊会影响护育的效果。尤其今年看到的范围摊佫较大，伫7-8公里远的杨仔厝沟嘛有互花米草。县府农业处表示，若民众发现有通报，拢会第一时间处理。因为它本身是外来种，让它的生长速度、生长势比较强，让会影响到当地原有的一些物种，所以像这些外来种，我们在第一时间如果发现，就会将它等于说移除掉。互花米草真后炭根，佮生甲真密，会影响沙麦仔等生物的存活，所以有蓝马地杀手的称呼。尤其互花米草的根甲种子会随海燕甲风四界断，环保团体嘛望除了清理，爱想办法预防生态，才袂治标无治本。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21度到28度。大岛地区19度至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案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